风声嘛是因为中国坏爸爸造成的，这是咱台湾驻南非的代表处最近向南非政府要求，爱咱刷出首都，佮想要甲咱降级改名，改做贸易办事处。咱的外交部是强调，咱绝对袂接受南非的政府单方面违反双边协议。南非政府目前与我国仍在协商当中，却再度要求我驻南非代表处限期迁出首都，显示中国在南非对我们的打压是更加的变本加厉。外交部再次严正呼吁，作为本年 G20 峰会主办方的南非政府，应该要遵守1997年双边关系的法律架构，在台北双方获得协商共识之前，不应对我住处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或其他可能干扰住处运作及侨民服务功能的行动。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林佳龙接到外管的通报了后，就随召开会议讨论应变方式，嘛随调见南非新的驻台代表，表达咱台湾政府严重看待这件代志。外交部嘛强调，这件代志伫去年就已经发生啊，就已经有透过官方的管道双边咧进行协商，咱会以对等有尊严的方式来和南非协商。